大家好，我係 Mike，ILB 嘅 Mike。今日咧，我哋會講講香港主題樂園發展嘅可持續性。呢個係 iMICE Policy Express 同埋 Precise Writer 嘅聯合版本。編號係 PE03LS。嗱，開始之前咧，想問大家一個問題，唔使即刻答㗎。究竟你上一次去海洋公園嘅時候係幾時呢？係疫情之前，定係2022年，定係你而家諗起發覺真係好耐冇去過呢？呢個問題其實真係唔係純粹吹水，你嘅答案咧，直接其實反映咗我哋今日要講嘅政策核心。你冇去係因為新嘢唔夠多啊，係因為入場費太貴啊，定係你見到上海迪士尼都有成個 Marvel 園區喺度，你覺得香港嗰個太細，不如去等時間去大嗰個？呢啲唔係個人喜好嘅問題咁簡單，呢啲係結構性嘅問題，係我哋今日政策討論嘅核心。今日目標唔係要你去背數字，係幫你建立一個思考框架，等你可以考 JRE 嘅時候，能夠拎起啲資料就知道點用，知道問題有幾深，知道答案係需要咩邏輯。我哋大概會用30分鐘時間去走過以下幾個部分，包括咧，我哋就睇下究竟而家背景同情況而家係點樣啦，有邊3個核心問題啦，有咩政策選項啦，持份者點睇啦，同埋直接一啲可以喺考試用得到嘅策略。好，我哋就開始先啦。睇睇背景同埋現況，我哋睇到一個好奇怪嘅現象，就係香港有2個主題樂園公園，香港迪士尼樂園同海洋公園。理論上咧，佢哋喺同一個城市服務同一批遊客咧，佢哋嘅財務表現咧，但係2個完全唔同嘅故事嚟㗎。先睇迪士尼喺 FY2024咧，佢嘅淨利潤咧係8.38億，收入88億，入場人次770萬，9年嚟首次獲得盈利，全部都喺紀錄嘅高位。相反咧，海洋公園喺 FY2024至25咧，佢淨虧損咧係2.747億，入場人次346萬，第4年咧連續增長人次，但係依然蝕錢。等等先，但係點解咁多人去入都仲係蝕緊錢嘅咧？呢個就係我哋今日要拆解嘅問題，但係都係唔好急住，我哋睇埋背景先。香港政府咧持有迪士尼咧52%嘅股權，華特迪士尼公司咧就持有48%，佢2個就組成咗間合資公司，